豐田 Works Hybrid 安裝 DTE Pedal Box， 試下上橋啦。咁而家用咗係 Sport 嘅模式嚟嘅，加咗2格。好啦，停斜路停車再起步，有咩唔同呢？唔使踩咁深。OK， 同埋冇呆滯嗰下。係。engine 轉唔轉啊？即係唔會，以前係會叫嘅 engine 會。係。而家就冇。因為唔使踩到底。OK。同埋呢入呢個彎落翻個調翻個油門咧，佢已經係咁上。OK。之前都要落深啲。仲要等一段時間先 keep 得到翻呢個速度。係啊，40。OK。Works Hybrid 安裝 DTE Pedal Box 係可以幫助你上斜嘅能力啊，好力好多㗎。歡迎查詢 WhatsApp 63409933，亞洲汽車材料有限公司德國 DT System 香港代理，好多車已經裝咗啦，好多車主已經係享受緊㗎啦。